音乐。一年年底时，美国就要进行总统大选，共和党的候选人川普直接出现伫媒体，真正阁和 X 平台的执行长马斯克直播对谈。不过川普并无讲什么新的物件，颠倒伊讲的一寡物件，也阁需要去了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。另外，民主党的候选人何锦丽，即摆是有人甲批评讲，伊论述的能力也无够，甚至讲伊的立场落互人沙保障。有媒体就要求伊爱正式接受专访。X 社群平台执行长马斯克12日伫因家己的平台，和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讲话。虽然讲一开场就拄到技术的问题，互时间延误要40分，互使用者拢在嗨。不过双方后壁2点外钟的对话是保持真好的气氛。川普佮甲伊方暗杀的过程是讲甲落长。And they were saying, "Sir, you were hit in more than the ear." I said, "Nope, I was hit in the ear. I want to get up. Let me get up." 不过，规场对话，川普对当选了后的执政计划是拢无讲什么新的内容，除了中心要减少政府的监管，佮一直用真无公正的言辞强调讲，伊当选了后就要大规模来驱逐非法的移民。I believe it's over 20 million people came into our country, many coming from jails, from prisons, from mental institutions, or a bigger version of that is insane asylums. And many are terrorists. 马斯克过去捌公开来反对川普，透过这摆的讲话，伊表示讲，川普强硬的态度对国家安全是真重要。国体山顶放送演前来回实例，讲 X 是受到大规模网络的攻击。外国媒体评论指出讲，这摆的讲话是为了要让前总统川普直接来接触几百万潜在的选民。川普过去捌因为传假消息和 X 平台的更新 Twitter 来封锁笑话，一直到马斯克收购平台了后才改进。X 在马斯克的领导之下，假消息乌白传是真严重。和川普正积极在接触媒体和社群平台，临时接得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，当日选战3礼拜以来，都唔捌接受媒体的专访，连官网拢无看到详细的证件，包括纽时华邮这老牌媒体拢讲，民主党阵营即马伫非法移民和依巴问题的政策立场和论述拢无清楚，贺锦丽需要甲民众解释清楚。之前贺锦丽结束密西根州的造势时阵，捌讲，上紧爱等1个月后半个月，民主党全大会结束了后，才会来安排访问。公司新闻两眼编译。今仔日国际上也有